阿爸的润饼糕，作者苏彦德，录音苏彦德。台湾是一个好所在，东西南北拢是海，各种物产真澎湃，果子有名通人知。台湾亲像大汉池，四面拢海出产鱼。台湾果子有够甜，往来西瓜甲来煎。台湾食米满满是，猪骹卤味炒花枝，鲍鱼干贝乌鱼子，眼前大肠担面，啥物口味在你试？讲到咱台湾的好食物仔，讲袂完，说袂尽，逐人的口味拢无同。我上怀念的好食物仔，其实物件无啥特别，是因为有特殊的遭遇，才感觉怀念下我的口味。阿爸教的润饼糕，我足爱食润饼是有原因的。逐摆食润饼，就想到阿爸教的润饼。伫我未满6岁，还未读国小之前，阿爸就离开世间，去一个我全然无了解的世界。伫我5岁迄年的清明节，阿爸伫厝内教润饼，互我甲小弟食，当地享受阿爸的爱心甲润饼的滋味。忽然间，隔壁的阿婶撞入来，对阿爸讲：“兄弟啊，你紧闭起来，有寒疼的人要甲你掠去关。”阮阿爸赶紧钻入去眠床骹闭起来。当时我无了解为虾米寒疼的人要掠阿爸。过无几分钟，有一个高强大汉的青云人出现伫阮厝，对我讲：“囡仔，恁阿爸伫倒位？”迄时我虽懵细汉，毋过我知影阿爸会互掠去。我甲青云人讲毋知。寒疼的人阁问：“谁教润饼互恁食？”我骗官方的人是我家己包的润饼糕。青云人伫阮厝四界看看咧，就离开。我偷偷缀伊的后面行到巷仔口，才翻头转来，甲阿爸讲：“你会使出来啊！”大汉迄时才听阿母讲，当时因为阿爸欠政府所得税，无钱通纳，所以爱坐监。其中的因端是包商为着要走税，所以甲阿爸的工钱所得报较济。听阿母在讲，阿爸足生气，脚踏车踏咧，对路竹骑到高雄找包商理论。后来头家才提钱互阿爸缴所得税。我爱食润饼，是因为润饼皮 QQ， 土豆腐香香，芹菜枝脆脆。润饼糕有我对阿爸深深的思念。每年若到清明，就加倍怀念阿爸的润饼糕。